狗係由狼馴化而嚟，咁最早嘅狗係喺邊度誕生嘅呢？有學者提出新見解，佢哋分析咗全球近5000隻狗嘅 DNA， 發現今日所有狗嘅始祖應該係出自亞洲中部，包括係蒙古或者尼泊爾。狗被認為係人類最好嘅朋友，亦係人類最早馴化嘅物種，由狼演變而成。咁呢個馴化過程最初係由邊度開始嘅呢？主流講法認為狗係源於歐洲，因為到依家為止，已知年代最早嘅狗化石係嚟自15000年前嘅西歐同西伯利亞。但最近有美國學者提出新睇法，認為狗嘅起源可能係亞洲。佢哋花咗7年時間喺全球為近5000隻狗抽血，做 DNA 普查，追蹤佢哋嘅祖先。當中4000幾隻係純種狗，另外500幾隻係冇主人嘅狗，嚟自38個國家。結果發現呢啲狗嘅祖先都係嚟自亞洲中部大範圍地區，包括蒙古同尼泊爾。人類第一隻狗朋友可能係呢2個地方誕生。同過往嘅 DNA 研究唔同嘅係，今次學者除咗揾純種狗，亦都特別着眼於嗰啲冇固定主人嘅狗。佢哋可能係流浪狗同埋野狗，又或者係由幾戶人一齊照顧。呢一類狗比較少人為配種，提供比較多樣化嘅 DNA 樣本。另外，學者亦都應用咗一個現象，就係一個物種離發源地越遠，本來位置相近嘅基因會因為洗牌分得越嚟越散。所以學者先至可以追溯到狗嘅發源地係蒙古同尼泊爾。